闽南嘅盐业时代所得保留下来嘅盐业副土站，见证呢300历史。呢度空间用嚟发挥运用高雄市合委会没有一年嘅做法，同国产署合作开发，同福安盐业副土站定位做产业音乐交流中心。组长好嘅先前沙做唔出去，今年1月嘅总算转型做语文咖啡堂风光开幕。唔过附近居民沙因怪呀喏，因讲也唔系伊能爱嘅。闽南区公所咪打算团体进化期嘅闽南盐业副土站公开招标为外经营，将去打造做新嘅观光景点。安尼嘅改变有合符嘅到乡亲嘅期待么？又有按多嘛嘅风险么？来看安尼嘅报道。法律比赛该案件呢，坐下来啉咖啡，同其下尾朋友打嘴鼓，就喺一日该6线呢下做石头。因为闽南之前下都冇嘅咖啡堂可以坐下来，闽南平常没就半条店嘛冇就讲一般的自助餐嘛嘅，所以开一间店，其实我哋都个希望因为来了又好食，慢慢坐下来食，又有文又可以啉咖啡。一只嘅係闽南營一日能開創嘅語文咖啡堂，仍然在喺福安鹽業副土站。一個空間係鹽業嘅一個倉庫啦，所以特別啲一教鹽咧、送鹽咧、集中嘅一個釋放廠安尼倉庫嘅空間當時嘅跟中央合委會申請經費嘅時間，就一個按照一個產業音樂交流嘅中心。也土地係國有財產署嘅土地，我哋跟國有財產署合作嘅時間，就提案有一產業入來，一定要有產業入來，一定要經營，經營有利潤嘅東西，讓有可能留下來嘅。因為出產業呢，能為舊嘅舊鹽廠，按樣嘅在過來好好利用安尼嘅素材，高雄市合委會有嘢想法，嗰所屯產權單位佢有財產署合作，共同開發闽南區其中一個鹽業副土站，含屯中央合委會爭取嘅為3000萬元來增建改造，去年正好佢嘅空間就含本廠人才嘅用嘅，保留本單屋等阿魯米嘅行家結構含實嘅舞台。就係上該打造產業音樂交流中心，一開始就政府嘅廣告提價，營業為40萬元在本年，如果冇廠商來標，也高層唔順勢。我哋裝修過後就要走足，一天因為我有本人有買賣嘅行為，一樣有法度經營下來，所以都走足。當然也走足唔係按順利，因為我開一個店，我有盈利嘅行為。唔好講鄉下，都市方如果困難嘅，都市方真係困難，店一個關，唔好講都市方鄉下，因為韓國困難，我樣嘅真實又不以利潤，真實又不後生嘅再留下來，也係個困難，所以我哋做做嘅過程並唔係按順利下後再個公開招標，廣大標準要期上一件付配入冊，用今年17萬元嘅租金，持得5年嘅營運權。來買建材、咖啡、甜點也到。有咋講，全店都盡量用菜鐵農產品。美濃米在地的有機紅米，我們也都有，現在也都有在使用。那我們的甜點的部分呢，我們也是有用到當地食材的部分，就是有紅豆，我們有抹茶紅豆的千層，然後香蕉的話就是有香蕉巧克力千層。那個番茄的話，我們是做番茄棒蛋糕的部分，所以我們都會把一些在地的食材放入我們的甜點跟我們的簡餐裡面。今研發新嘅甜點，希望受到消費者嘅歡迎。我睇下開店40多年來，一直發現一個蔬菜個偏僻，觀光嘅景塔無從安順嘅按到，韓國愛做菜天然嘅生理，佢從也無按簡單。
因为它是在美浓区中心的比较偏的地方，然后它又离旗山又有一段距离，所以它这附近除了一些农田，然后跟一个聚落之外，其实没有什么商业活动，所以在这个地方要把它经营起来，其实是除了特色之外，真的是要很用心去经营。只要是下午之后5点之后，几乎的人潮就退去了，几乎就是一个没有人潮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经营的状态的话，我们面对的就是平常日，我们要如何把人潮带进来这一块。这个消费嗰個，一般人家上海人唔會去咯，捱唔起嘅嗰度做啦。有没有想帶動？可是你那個價錢，像卷餐1份3百元，捱了3個便當，一個麵慢慢40元，所以消費比較高啊。對當地人來講，其實也唔係捱嚟加重伊平常時要去食飯嘅素菜，所以已經針對內部遊客。但針對內部遊客來講，唔當一叢蔬菜嚟零加皮，是簡餐，因為全部黑啊。你本來把一個有特色的空間這樣子做的結果，把它變成沒特色啊。上海睇鄉下做生意，先天的條件就唔比都市。韓國快睇嘅係里面本單就忙等，也即係做得來做老人發通中心，因為福安里65歲卡加嘅老人家就有700人嘅，喺美濃區一等路嘅一里，理想連系統機、系壓機都準備好嘅，用啲將好嘅人一副土罩，可能都用唔到，3歲半加比糖一扎，3期見面一等成忙。以前係先嘅，係想嚟做我哋老人活動中心啊。我本來老人家，佢哋創啊個嘅嗬，量啊血糖安尼，係見血糖機、血壓機嗰度、溫度計嗰度，卡拉 OK 係買過嚟，買咗3年嚟啊，都見到冇用到，冇機會用咩？啊，見到本人做出嘢咩？後面做出嘢嘅時間啊，變到安尼就撞到你嗰度反彈嘅聲音，百思不得其解。照客委会的讲法，就是说这是那个客委会的钱，不能用在社会局的老人会，这样啊，就是轻轻打花了。老人家都是很健忘啦，这就是说没得用就算了啦，自己自求多福。到每家去抬杠啦、串门子啦，很多来庙里面就是聊聊天、抬杠啦，就是少一个聚点照护的地方，让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有一个合理疗养、安全，然后舒服的地方了。是我们一开始进驻来开始要装潢的时候啊，然后就有一个阿伯一大早就跑来骂我，然后我想说。一开始我还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后来然后他就是说，因为本来是他们应该是他们使用的空间，然后政府为什么要把它租出去，然后就变成说他们不能使用这样，然后我也是有跟他解释说，你还是可以来啊，然后还是可以来这边用啊，以后这边每天都打开，以前反而没有打开，那现在打开了，你随時都可以來。所送人一副圖章，本單就係人農叫人呢搞穩自身嘅蔬菜，尤其下邊嘅人農飲錢向下賣鐵落去嘅。過後因為鐵價稅、空間管理也有問題，能送本政府做公共設施。我所改動居民都認為空間愛在個好好利用，應該要有公共性能合理。有全部買人農嘅土地，只面積嘅扣啊，1分田工啊。扣多錢啊？他幹嘛冇乜嘅意見啊？所以講面多講啊話他講人農嚟講啊，小兒嚟講啊，我運輸嘅種關係啊，個強啊，將來前人嚟講啊，拿到私人自己為這個利益嚟講啊，你唔合理啊！地方項嘅期待，同政府嘅作為數上太慢，實質到見面見怪煙。冇人猜拿，客委會啲拿主張呀，因為肯定人哋嚴肅方面，體內嚴格是安尼，嘛國有財產局直接主要嘅，所以肯定咩點解疏放，係冇法度去咯咩，變咗一個肯定係地方，叫人從肯定係點解地方，變咗看得到，人用唔到，老人家全部買咯咩，因為心度有怨言啊，裡面啊嗰度看不能啦，有困難說，哪是我哋數租金，一種不然無費啊，那種心度裡一種。本人馬上年齡，一歌場地方可能也會青島人來看，
幾多人一開始嘛講哦，佢有興趣，但是後來冇來，因為我考慮幾多，竟然有空間，租金雖然冇貴，幾俗幾便宜嚇，但是伊明年一開門一關門，一天費水費都係一個幾大嘅問題。我有人去表述，我有人去解活化，也就是一個幾困難嘅事情。當然，人哋咪要潛地方嘅沙灘來觀光。沙灘冇能力來經營，所以也都係幾多嘅條件嘅限制，唔係讓單槍嘅人業主去限制你，也係雙方面嗰個也係環境嘅限制攏有。公部門嘅力量推動發展人家富土宅，經過招商實派過後，總算係轉建做二萬家比他，唔啥唔合乎地方鄉親嘅想象，議論無題。唔讓呢個人家富土宅嘅發展，其實未差唔多係按呢個想象。為到一般韓國多人了解閩南人嘅歷史，閩南區公所去年向財政部提案，為發展閒置嘅閩南人家富土宅得到支持。韓國爭取到客家表演費1200萬增收嘅經費，未來也該睇閩南精華區民國28年起後嘅頭一個人家富土宅，沒有公開招標，並未經營，按上要打造做新嘅舊料觀光嘅素材。經過了下嘅文創啦，嗬，其實我哋咩希望講，我哋未來就做嘅團隊可以向我哋採啲幾多我哋客家嘅，我哋閩南採啲客家嘅。幾多嘅文物可以變一個發揮，來本外客來到我哋闽南看到冇相同嘅我哋闽南客家幾多嘅不管農產品啊，不管我哋嘅藍染或是其他的資產展示給很多的遊客來看。當然啦，也你講嘅商人一定要有學項傳承，是不是說做複合式的簡餐啊、輕飲食？其實這部分我們都在希望他未來的經營團隊有這些的一些的規劃。為80年研究嘅閩南人家富土宅係蘇措嘅倉庫建築，也部分嘅空間係提做展覽。除咗介紹委託推廣經費、閩南農村田野後廢這項歷史，文創良年費，係講俾我經營做商業使用，根本係屯人民上漲賺錢，未買起嚟人家富土宅提人嘅產業歷史項嘅文化地位。伊個發揮帶動功能話，比如講，唔係只比富土宅過去都闽南嘅一種都最有yen嘅歷史特別性嘅所在，所以係作為一個都地方上文化歷史嘅保留嚇。甚至都發揮也展示的功能，作為一個社會教育，都會變成一個閩南當地的一個文化特色的文化空間，來變成我認為閩南的一個演繹來閩南老料，啊，所以講來閩南做認識的一個場口也好，而那可能發揮呢功能啦。就政府嘅公告顯示來說，閩南人家富土宅當年嘅租金為50到70萬元之間，同時還愛減搶約權利金80萬元，韓國至少愛投資200萬元。用13年嘅租期來說，承租嘅廠商當年愛出70萬到100萬元嘅基本成本，初步按算廠商當年起碼愛500萬元以上嘅營業收入，但有可能來減也當年為100萬元嘅基本成本。韓國一下無算人事屯水天料，用戶按人家富土宅嘅利益來看，地方嘅鄉親就小政府為到對外經營來對外經營，經廣大標準，屯也按有文化嘅素材，這本廠商裝做商業場所，唔過閩南其中一時也唔少，韓國有信心。工作人提啊，我哋其實人都有信心嘅，個點都講嘅，因為一個店係定嘅閩南市中心嘅各種機能各好，也有一個地理優勢，啊，最重要一點查賬要點成效。每個按你講無阿啲冇可能，好，嗰陣人講人攀呀，我哋人哋嘛希望講嘅佢順辦啊，佢順利吼，嚟就上出去，希望講夾起嚟，嚟帶動人哋地方嘅發展吼。
府區內居民未受政府又在過做安尼嘅事情，係講變外變做賺錢嘅素材，空間私有化，民眾嘅共享發通空間又成為一例。營運 OT 水嘅話，吼，唔變到一個空間就已經，同只能從一啲人做商業化範圍嘛。頭擺一條阿爸阿媽帶細人去一條老人家發通嘅範圍來，吼，就相對就因為 OT 水以後變到私人嘅空間，唔係呢種開放式嘅空間，啊相對人。睇啲人就減少發通嘅空間咧。即係大家係咧，一清楚嘢嘅蔬菜個未來使用嘅天味嚇，唔係講計拿嚟做傳統，嚇，啊，甚至拿嚟做遊樂器，甚至有人買開發做市場嚇，一種更多係咧間賦予漁民爭利嘅投入啊。係講唔要你後，只是漁民爭利，但是其實冇發揮到帶動嘅一個功能。鹽田、鹽柳、鹽業副土站，農村嘅高工成法，喺鹽柳王國嘅人都有嘅記憶。鹽田消失過後，產業文化空間用嚟保存，韓國安用嘅在過來利用嘅問題，係冇得到解決。有人講，一類比數要有嘢價值，看幾隻嘅人用嚟來用，要有用嘅態度。喺個外門開店做生意，同共享使用也當中，安用嘅就唔會偏重強。怕喺外線未清楚嘅係，我哋用嘅人眼光來看安尼嘅產業歷史文化空間，要上個亞洲比數為有用嘅發展，做出用嘅東西。